Yojavai tusa kajamadaman na makaitinana sulivat saka tutsua kajamadaman norita supuina kainwa samas imazaitwa taniri sulatan imazaitwa tapuru kato ita kayan imazaitwa dusapuru kato ita karam paco tapuru kato dosa kayan paco sepaca karam但以理书11章21节到12章的4节。叙利亚的暴君那天继续解释说，这以后有一个邪恶的人要夺取叙利亚的王位，他无权继位，却趁人不备，以诡诈手段夺取政权。他要彻底消灭所有反对的势力，连上帝的大祭司在内。他用缔结条款欺骗别国，他统治的虽然是一个小国，却越来越强大。他要趁人不备，进侵最附属的省份，做他祖先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把战利品分给部属，他要策划攻打堡垒，可是他的日子并不会长久。他将奋勇地率领大军攻打埃及王，埃及王也要用强大的军队应战，可是不能成功，因为他将被叛徒谋害。他最亲信的人要毁灭他，他的军队将溃不成军，许多人战死沙场。这以后的2个王要同坐进餐，可是他们心中各怀恶意，彼此欺骗，他们不能达成心愿，因为指定的日期还没有到。叙利亚王将满载战利品返国，决意消灭上帝子民的宗教信仰。他要执意横行，然后反悔本土。时机成熟，他将再向埃及进军，但这次跟以前不同，基提人的舰队要来攻打他，使他惊慌失措。叙利亚王将抱恨撤退，并以破坏上帝子民的信仰血怒。他会听取那些背叛信仰的人的建议。他派来的部队要亵渎圣殿，要禁止每天该献的祭，并且把那毁灭性的可憎之物安置在圣殿里面。他会用诡计骗取叛徒者的支持，但是那些忠心跟上帝的人要刚强起来反抗。民间明智的领袖们要教导平民，使他们明白。可是还有一段时间，有些人会战死、被火烧死、被抢夺或被俘。当屠杀进行时，上帝的子民会得到一点点帮助。虽然好些人来参加他们的行列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有些明智的领袖将被杀害，但是他们的牺牲将洗涤锻炼人民，使他们纯洁。这事将继续直到上帝所定的终结来到。叙利亚王要任意妄为，自夸他比任何生命伟大，甚至高过万神之神上帝。他会继续这样狂妄，直到上帝惩罚他的日子。上帝一定要实现他的计划，绝不改变。这个王不敬重祖先拜的神明，也不尊重妇女们所爱的神明。其实他不尊敬任何神明，因为他自以为比任何神明伟大。他反倒去拜祖先没有拜过的那守护堡垒的战神。他向这神明献金银、宝石和其他贵重的礼物。他用信奉异教神明的军队防守他的堡垒，接受他统治的人，他就赐给他们高官厚禄，又分封土地作为报偿。叙利亚王的终局快到时，埃及王将出兵攻打他。叙利亚王要动员他所有的军力，用战车、战马和舰队来反击。
他要侵略许多国家，像洪水一般泛滥大地，甚至要侵入那美好之地，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以东、摩押和亚门参与的人得以逃脱。他侵犯那些国家时，连埃及也逃脱不了。他要掠夺埃及珍藏的金银财宝和其他贵重的东西。他要征服利比亚和古时。后来从东方和北方传来的风声使他震惊。他会在盛怒下奋战，杀尽灭绝许多人。他要在大海和壮丽的圣山间支塔王家的大帐篷，但是他的时期到了，没有人能救助他。末日，那位穿细麻纱衣服的天使说，那时守护你同胞的天使查米迦勒要出现，然后将有一段灾难时期，是立国以来最大的灾难。在那时期，你同胞中名字登记在生命册上的都会得到拯救。有许多已故的人将复活，有的要享受永恒的生命，有的要受永远的羞辱。明智的领袖们将发光，像天上的光体一样。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他对我说，但以理啊，你现在要把这卷书合起来，加上封印，一直到世界的末日。有许多人白费心机，想探究要发生的事。就开诺之曼斯。Satu suasana puluh akai mazai tua tiro puluh katu una makaran。西利亚王要任意妄为，自夸他比任何神明伟大，甚至高过万神之神上帝。他会继续这样狂妄，直到上帝惩罚他的日子。上帝一定会实现他的计划，绝不改变。但以理书11章36节。Satu suaka teman-teman asini pepatarvan， 人能狂妄到几时？埃及瓦曹操阿基罗patamain batu nungida aicha miazuan amisakomdan。上主憎恨谎言和诡诈，因为谎言违背他的本性。不义之人选择谎言与诡诈，一时可能会成功，但能撑多久呢？但以理书11章21节提到，有一个邪恶的人要夺取叙利亚的王位，以诡诈手段夺取政权。那个人就是阿底阿哥四世。他用不正当的手段抢夺不属于他的王位，以狡猾的说法游说盟邦帮助他，并用献媚的方式说服人民接受他的统治。他精通计谋，从战争中掠夺许多财物，甚至自夸比任何神明伟大。在世人眼中，他俨然是成功的人物，连犹太宗教领袖中也有人支持他，希望用银子换取大祭司的职分。然而这个王却用逼迫的手段统治上帝的子民。他进入圣殿，掠夺所有器皿和宝物，甚至把可憎之物安置在圣殿。他知道犹太人不满他推行希腊化政策，进怒火中烧，严厉对付他们，决意消灭上帝子民的宗教信仰。但是有些人与这个王妥协，不仅叛教，更成为助长宗教破坏的帮凶。尽管如此，在受压迫的环境中，仍有一群忠于上帝、不肯拜假神的人，坚定持守信仰，与那些献媚的投机者形成对比。先知传达上帝的话，指出真正认识上主的人必定遵行他的命令，不但自己刚强，还鼓励他人持守列祖传承下来的信仰。谎言和诡计是不义之人选择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可能带来所谓的成功与财富，
甚至被人视为美好而追随之，却不是上帝认同的成功，也不符合他的心意。患难会熬炼基督徒的信心，虽然让人难以承受，甚至可能使人改变信仰或立场，但坚守信心到底的人，最后必胜过患难。虽然这个历程不尽然被人接受，但是靠信心得胜的人必蒙上帝喜悦。当人拥有绝对的权力时，往往会忘记自己是谁，而自以为是神，骄傲不已。圣经指出，凡是骄傲的人，终必受到公义的审判。在终末患难的日子即将来到，这是把上帝的子民从邪恶势力中分别出来的时刻，是得救的日子。复活的信仰能让我们在犹如死亡般的现实中，信仰超越死亡的王。面对各样患难逼迫时，仍冒着生命危险持守信仰的人，是上主所认定有信心的人。在严峻的考验中，反而是他们的信心受熬炼的机会，因为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那些持守信仰到底的上帝子民。Cuma nasi ni pada jika tu suka kadang-kadang 人能狂妄到几时？Saya sini pagi ni 我如何在所处的环境中，不论平静或富贵，都能谨守上帝的道，不偏离他的心意。喜拿雅，我如何在所处的环境中，我如何在所处的环境中，不论贫贱或富贵，都能谨守上帝的道，不偏离他的心意。Sina tu coka jaman-jaman aru jaki gadui na kinum atina na gamadu kinum ayakana pasamarau ka inuli。亲爱的主，感谢你赏赐我一切，祈求你每一天都引领我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虽然有时候我会因为软弱或丧志而离开你，祈求你让我有机会再一次回到你面前，让我不至于走向灭亡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Madi tu suaka jam-jaman nama kaitin nami seselang sumupu kilarai tamana sini pada zakat dan wajaka macemat kumada nama taino jakina kemudian jayau na mangua ana mauram na makaya cinana ki pasusu tamana sini pada zakat dan wajaka macemat mangua itin mauram itin namaya cina ini karena sesa saja tuamana varung nama kaya cina na kiparenga poloro tua jakama cemas nuna mataza maneka cina sedava ketua isir mana kuya izaru casika sedukuyan tayau nuve kanga cina kiparen tua javina rungan pasapa uri ma uri pa cuaca kini kacawan tayau saka tanangua nuna pasusu tin kipasusu tamana sini pada dekat dan jakama cemas sakana makai tinana kilaroi saja maka pasusui na sini pada dekat dan jakama cemas saporo raut saka ijuanu paramakan parutetin ijuanu ini katina benaranga dakwa kainuri ki untuk cemas dapat pepisunin cino jakama cemas laikatina pasama urip tu jakini kacawan manu makadavutan na jaki samula ajaki pasusu tu jakama cemas ayakana dimikiki ja papupisu lecanutin atisuna tiakan sakama demali latinana sudiva tu jakini adawan taja pingan